Wemby 話防守佔咗比賽嘅一半，今集就講下佢嘅 MVP 競選宣言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imone，歡迎嚟到 NBA Talk。中意 NBA Talk 就記得 follow 我啦。喺美國時間3月27號公布嘅最有價值球員排名入邊，馬刺嘅 Victor Wembanyama 咧就位列第一，其次就係衛冕 MVP OKC 嘅 SGA 同埋金塊嘅 Nikola Jokic。早前 Wemby 喺記者會解釋咗3個佢可以當選 MVP 嘅原因。第一，佢認為防守佔據咗比賽嘅50%，但係唔少嘅評審咧都低估咗呢個部分嘅重要性。第二，對住勁旅衛冕冠軍 OKC， 今季嘅戰績係4-1，幾乎橫掃。第三，佢認為進攻嘅影響力唔只在於得分，拉票獲得勇士 Draymond Green 大讚。因為同樣以防守見稱嘅佢，一樣認為防守能力俾人嚴重低估。Wemby 呢一番嘅言論呢，就令我想起拉斯維加斯報道 NBA 級嘅趣事。當時 Wemby 因為養傷咧，需要後備上陣嘅，佢就講笑咁樣問翻記者：其實我可唔可以贏晒最佳第6人同埋 MVP 㗎？呢一種搞笑嘅反問咧，都睇得出呢位法國年輕人心中嗰團火。就連我哋少少嘅讀者調查入邊咧，都顯示 MVP Wemby 係眾望所歸㗎。留言話知你又有冇覺得球員嘅防守能力俾人嚴重低估呢？中意 NBA Talk 就記得 follow 我啦。